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当年若是要起报头反天气，准备要落雨，常常拢会出现真侪大水虾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虾、狗虾、塔赫亚虾第7条。一般咱常在看到的狗虾有白虾、红虾、干虾、红虾、大水虾。狗虾的寿也就是虾寿。过去还有一款6月冬的稻仔品种叫做虾公包，这里文音读做语，国语语第2条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2个词。头一个读做狗虾，这是一款咱常在看到的汤拖，细细只，身躯长长，全身躯拢是乌色或者是咖啡色，腹肚是两形，头大大，有触角甲一对虎眼，一般拢是团体生活，有虾叶、公虾、冰虾。另外，还有一款狗虾猪仔，这是一款会当烘生狗虾的猪仔。第2个词读做大水虾，这是一款汤拖白虾，一般是咧望江河季季节的前后，会大只生食仔，为下寿飞出来，准备要生拖，嘛人讲是飞虾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2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大水虾嘛是一款狗虾，特别是美丽的凹槽内底做寿的白虾，一般落望江河进前就会发食仔，飞出来准备要生拖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虾，这是白音，另外文音读做语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